但只有一个心爱的人，若想起伊的人，予我的心内每次也的心酸。是呀，的可爱的人，可爱的人，女性的恋梦，怎会无意思？但只有一次真心的情爱，怎样会放袂记？你在心内，若对想伊形影，也会哭出来。可爱的人，可爱的人，女性的爱怨，怎会消费去？但只有一个心爱的人，若想起初恋时，予我的心内，若亲像用盾刀割着的痛苦，可爱的人，可爱的人，女性的运命怎